喎，係咪啊，何老師？冇錯，係啊，楊老師。你睇下佢哋個個戴住頂聖誕帽，着住紅色、白色嘅聖誕老人裝束，仲有個細細嘅肚腩仔突咗出嚟，幾可愛。係啊，上午幼兒小組 B 班嘅小朋友咧，雖然年紀咧係最細，但佢哋好認真、好投入、好落力㗎。我哋再俾大力啲嘅掌聲支持佢哋，加油！係啊，好，而家我哋就將時間交俾上午幼兒小組 B 班表演紅衣小路人，請大家俾大力掌聲佢哋啊！好耶！紅衣小路人，行騷真美妙，落車多禮貌，數數不算少，寒天風雪搖，馴鹿真美妙，鈴聲一串響叮當，聽到開心笑，嘿叮叮叮，叮叮叮，今天雪花飄，叮叮叮，叮叮叮，天天跟雪飄，嘿。歌聲滿天飄，聖誕到了真開心，家家都歡笑。紅衣小路人，行騷真美妙，落車多禮貌，數數不算少。寒天風雪搖，馴鹿真美妙，鈴聲一串響叮當，聽到開心笑，嘿叮叮叮，叮叮叮。雪花飄，叮叮叮，叮叮叮，天天跟雪飄，嘿叮叮叮，叮叮叮，歌聲滿天飄，聖誕到了真開心，家家都歡笑。雪花飄，叮叮叮，叮叮叮，天天跟雪飄，嘿叮叮叮，叮叮叮，歌聲滿天飄，聖誕到了真開心，家家都歡笑。哇，係咪好精彩啊？各位家長，係咪都想揀一個上午幼兒小組 B 嘅小朋友攞翻屋企同你哋一齊過聖誕啊？係嘅，舉手。可以，第一個我哋2個要，後邊我哋3個要。